市民先生，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先生节目。今仔日呢，咱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的是媒体识读。啊，为什么咱要来关心这个媒体识读这项议题呢？因为咱的媒体呢，为进前的这个报纸、杂志啊，也有广播电视，到今嘛呢，这个网络媒体非常的发达。那么咱的民众呢，会接收到真侪新闻，啊，有真侪信息非常的多。啊，但是到底咱的真假是真的是假，哦，是毋是正确的呢？咱真侪民众甲咱的社会大众应该关心讲，这到底是安怎？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4位贵宾，到咱节目当中，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即马甲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咱首先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新闻国际关系处影视数位行销科的方瑞维科长，科长欢迎您。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呢，咱为大家介绍的是昆山科技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系的讲师郑廷宝老师，欢迎你。市民先生，大家好。好，接下来咱的媒体代表呢，中华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杨淑芬副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是观传媒的特派员陈胜章，陈特派。市民先生，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4位咱的这个贵宾到咱直播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什么是媒体识读，这在现代是非常重要的哦。和咱的一开始呢，今天咱要来讲的是媒体识读，所以我们就要请教专家，我们请老师呢先跟观众朋友来说明讲什么是媒体识读。媒体识读这个识就是熟悉、捌认识，啊读就是要阅读。所以咱唔是讲干看报纸啦、听 radio 还是看电视，咱要去解读。所以识读，我的解说就是讲，咱大家去熟悉，我去较深一步去做解读，这叫做媒体识读。所以老师呢真的是一语道破，讲得很清楚啦爱去熟悉要去解读这个媒体好，那一开始呢，我想我们今天呢现场来了就是我们的淑芬姐啊杨副总啊，底下这个媒体界已经做了很久了。好，那讲到这个媒体啊，我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咱进前就是有这个报纸啊以前就是最多获得讯息的来源的是报纸嘛来公报啦，后边电视，可是现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手机，所以这个网络呢，变成这个网络媒体非常的盛行。所以呢，其实这样子一路走来身为这个就是报纸方面的这个媒体，所以我们的淑芬姐其实感受应该非常的深所以是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兴盛，好不好 ？OK，我现在是中华日报那其实我在媒体已经有非常多到我都数不清的时间了，对，数十年。然后报纸，因为我一直在纸媒，报纸上基本上是一个夕阳产业。为了来上这个节目呢，我就是回去找了一些资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近的就是2021年5月18号，2021年5月18号，苹果日报停刊。然后再往前呢，2020年是联合晚报，它就是整个版就是一个谢谢大家。对，更早就是我出生的报纸叫做中时晚报，它在2005年也跟大家说再见。这个是台湾的现况这些报纸呢，都是我们所谓的4大报，很大的报纸，是经济规模都很大的，读者也都很多的，可是不敌这个网络世界一一倒生，一一倒地。那更早呢，就是我们媒体界可能会比较深刻的是在2016年英国的《独立报》。英国《独立报》是一个在媒体界一个非常有名的报纸，它在2016年，它告诉大家，墨水已干，然后印刷机已停了。它这个是它最后一天，2016年3月26号最后一天的报纸的第4页，它就写着说 Stop please。但是他在宣告的时候，他当然有告诉大家，报纸已经停了，但是新闻是不会停的。新闻不会停，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即使是夕阳媒体，但是我们有一支笔，我们还是继续的在我们热爱的岗位上面继续在跑新闻。对，没错。所以就是说，从那个媒体呢，其实是以前这个
大家最看的就是全部就是只有报纸嘛，吼哇，从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那时代这样的演变哦，所以这个媒体的兴盛也是让人家就觉得有点感叹呐，吼。那淑芬姐就是一直在这个媒体待了这么久，那刚才也有讲到说，有些媒体啊、纸媒啊，已经陆陆续续的可能就是收起来。好，那像中华日报，其实公的中华日报在我们台南这边其实是就是说算是最大的啦。一般大家认为干嘛讲台南什么报上大，大家认为选了中华日报，但是呢，其实就是也是随着时代的演变，是不是？对于说，这个网络媒体的兴起，中华日报也变成也有一些网络的新闻，对不对？是，是，对，所以是怎么因应的？OK， 中华日报刚刚那个主任有讲哦，中华日报是台南在地报，它不仅是台南在地报，它其实是台湾目前现存的报纸里面，它历史最久，它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对，是一个很老的报纸。那过去真的经营稍微保守一点，我们都是以纸媒为主。但近几年来，这网络这么狂飙，网络狂潮一直过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数位新闻上面，我们的电子报也还蛮红的，然后影音新闻也都全部上去了。早期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曾经还想做商城，就是结合式的商城，但是现在就是主力还是发展电子报，发展影音新闻。这是目前的现况。对，所以副总，你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说虽然很多的这个报纸他们都是就停刊了，但是他们说，有一支笔在，就是还会继续的做报道。所以中华日报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可能在纸本方面的发行量会比较少，但是呢，你们就是在电子啦，还有影音这一块，其实目前是做的蛮好的，对不对？都有迎头赶上。对，所以就要往这一方面嘛，好，那我们知道另外一位我们那个特派啊，你本身也是从工商时报，也是从纸媒出身的，然后到现在呢变成网络这个官传媒嘛。好，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从这个纸媒，你一直到现在换成这个网络，你是跟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然后有这样子一个调整吗？是的，因为大家知道工商时报它是属于就是产业媒体，它的属性会跟一般媒体比较不一样，但是那时候我刚进工商时报，也是我们的新闻是用手写的，是用稿纸用手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那慢慢的就是都是整个医化，那电脑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我们写稿，帮你处理这些新闻作业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技术，是那。纸本纸媒，它慢慢的式微之后，因为在80年代80年代这个纸媒它是很兴盛的啊。纸媒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基础比较深厚，它受众数量很大。对。那新媒体，就像我们这些网络媒体，它兴起，它用技术形态，用新的形态切入这个市场。那有一点半逼迫这些传统的媒体，它必须去接受，然后去改变，不然你的受众会整个大量的流失。那这当然会经过一些阵痛期，那当中也包含说，最主要的媒体它的广告这个部分的流失就很冲击是蛮大的。对，但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一般传统媒体。他们要转到电子报，这个过程是蛮让包括我们记者自己本身都要想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跟适应。对，没错，所以说原本的记者，像刚盛章有讲到，就是说那时候连电脑都没有，我们都是拿笔呀跟稿纸，其实连我们电视台一开始也是这样就是都要用笔呀，然后写稿，然后把它配音完之后呢，然后再慢慢的有这个打字机就打字。上去，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经历过这一段。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的主管在审我们的稿，他是用那种毛笔，用黑色跟红色的毛笔做这样子一个审稿。对啊，那时候还是那个年代是这样子做处理的。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写稿一字啊一句都非常的谨慎，然后那现在就是说用打字的，当然就是说方便了很多，可是就是说这个生态媒体生态是确实也是会改变。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其实讲到这个生态，那其实现在就是之后呢，就是报禁解除啊，然后各种媒体兴起之后，哇，那就是变成说媒体很多，记者很多。好，那原本其实一开始都是这个要当记者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淑芬姐之前呢，像
我们在招考这个记者的时候，尤其是报社，非常的严格，对不对？那时候的招考标准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可能大家都不晓得。我说一下我亲身经历好了。好，1988年是报禁解放嘛，我在1989年考进中时晚报，中时晚报就是中时系统是在台北万华。我记得我去考试那一天是报社是包下了龙山国中，对，是包下龙山国中，就像我们参加那个高中联考、大学联考一样，对，就是进去考试，这么慎重哎。对，那个时候考2科，一科是中文，一科是英文，就是英文作文，然后中文的中文作文啊，然后你的采访纲要，对，你自己要设一个采访纲要这样，对，是这样子考，就记得人山人海。后来呢，我们叫做黄埔一军哦，就是很早进去的，我们那一年录取了6个人，对，我们是这样考到媒体的。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要考上，本身那个素质要很高，然后透过这个考试，其实真的要进去很不容易，对不对？还好啦，就是过关斩将。你比较谦虚，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本身的所学啊，跟你自己的专业要非常的，要让人家能够肯定你。好，那现在其实说，有些就是。怎么讲？应该是说记者很多，就是说什么全民记者啊，大家都可以当记者。这个可能也是会跟后来我们这个媒体识读会后续要讲的会有一点关系，因为可能媒体的素养不是那么的够，所以有些呢，就是说真假的讯息，或者是说网络直接把那个文章贴过来，这种事情就会来发生。所以其实我们盛章，我们要请问你，就说，你就是纸媒待过，然后现在就是发展这个网络媒体嘛，那就你自己来看啊，其实说现在网络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跟媒体识读相关，就是说，很多其实它的网络媒体，它就是把别人的文章这样子随随便便贴过来，然后就是自己架设一个网站，然后它这样子，它也可以当一个媒体，也是有这样子的媒体。那当然就是像盛章这么认真在采访的，就是忠实报道的有。但是有一些网络媒体，它其实就是有些它不经查证，它只是要让它的标题耸动。那刚才盛章有讲到，可能媒体它会牵涉到就是一些广告。你要有广告的收入，你自己才有办法让你的媒体自己继续存活，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把那个一些东西做得很耸动啊，甚至贴一些假新闻、不正确的消息，吸引受众过来看你的新闻。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也有发现？是的，其实这个是。不仅是我们现在媒体从业人员他自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媒体自律。是。那我们一般民众也应该有基本的一个认知啊。你对于像这样子很新闻冲刺的，因为现在每天新闻产出量真的很多，非常多。不管是图片，单一张图片，它做一张图卡，它就能够做这样子一个导风向的这个行为。对。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拿这支笔，你要写新闻也好，或者是你要去引用别人的新闻，这个其实都牵涉到我们自己媒体的素养、媒体自律，你自己要有这些咱讲的职业道德。对。其实你这样子做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披露，你没有做完整的一个调查，然后把正确的资讯披露出来，那误导民众。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要靠自己去自律啦。对，像我们跑新闻，如果你抢快，你求快的话，你有可能在你的新闻的内容里面，你会有一些谬误，资讯的披露，你一旦出去了，民众看到你第一则新闻，后面你没有机会去更正，那个错误的资讯就存留在那边，其实这个会一直这样子以讹传讹。那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其实我想今天，不管是自媒体也好，你自己去开创一个平台，自己上传影片，自己做图卡，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应该是要给民众一个正确的、一个好的一个知识的传递。对，这个要靠自己的良知啊。对，没错，就像盛章讲的，就是有些要靠自己的自律跟良知啊，要不然的话，有些他就是为了抢点阅率啊、抢广告啊，他就是可能这样子随便的乱 po， 然后造成一些
不正确的哦。那这方面的话，其实现在就是说相关法律要去管，还是有一个很模糊的空间的存在哦。所以就是要让民众建立这个正确的媒体识读的观念，民众自己先为自己把关一下，要不然有些法律管不到的，可能自己就会受害。好，那讲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要请教这个副总啊那像中华日报的话，一定是非常谨慎的去审核每一则新闻，不可能让说记者随便去乱贴乱报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审核机制是不是很严格？大概每一则建在报纸上面的新闻呢，大概会经过记者写稿，然后审稿、编辑编稿，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合版。对，最起码有一个4道关卡。那中华日报呢，很多人会觉得中华日报有一点保守。但是我觉得中华日报向来就是正派经营，对，就是坚持要先正确，正派经营，即使慢一点，即使保守一点，这个就是中华日报一贯的态度。对，所以这也是长期以来建立的一个口碑啦，就是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比较受人敬重，然后比较信任的个媒体也是会有差的。所以就是可能民众也要去了解，说自己呢常常收讯的，你是不是正确的、正当的，然后比较正派的一些包括网络啦、报纸啦、杂志或者是电视这些新闻，自己都要去建立正确的观念。好，那讲到这个的话，就是要来请教老师喽。老师，那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是说，真的是现在民众可以接受到讯息，实在是管道也是太多了。那到底民众应该是怎么样去判别这样的假消息或假讯息？请教老师。我个人是认为啦假消息也是假讯息咱要对伊的源头，因为拄啊是迄个传统的新闻人嘛，先摆因讲的，伊讲古早拢有一个控管的机制，系啊，即摆毋是啊，你凊彩翕一个相，还是讲你抄别人的话，你甲打出去。随时，因为新闻嘛，咱讲就是时效性嘛。结果伊安尼做，伊也无去求证。有一寡，比如讲阮学校有一寡学生啊，伊就爱佚佗，爱摸人。敢最近讲石斑，伊讲石斑有人去放生台南文湖钓石斑。我讲你这讯息的来源是倒位？是啥物人？因为一般我来学生讲，咱新闻还是讲资讯嘛，一定有人时事地物嘛。你若讲这来源你无清无楚，安尼你就是咧讲较歹听，你就是咧造谣，所以无中生有。所以我感觉讲要判定假讯息咱一个开始，咱莫去相信伊内底字，还是伊的图，咱要去了解，尤其是伊来讲影响真大，是毋是这个新闻本身，还是资讯伊本身伊的来源是啥物？是毋是咱会去做查证？因为假新闻因为这4、5当来政府感觉真严重，所以有一个做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台湾属实的查核中心。你会当用一寡，比如讲关键字啦，还是讲一寡迄个事实的议题比如讲，人讲台南，我2个月前讲迄个疫情真严重，台南火车头安怎，还是讲迄个安平即马有迄什么买1送8，迄住宿。我就甲大家讲，我无要紧，咱就会当去查证。因为地方呢，无一定讲迄个全台湾国家管会着。所以你会当用关键字去搜寻，若讲是老大人，伊若讲无咧上网啊，还是无用手机啊，伊就会当麻烦少年啊嘛。过来咱媒体识读，拄仔咱讲到识读，我讲到素养，我感觉真重要的素养就是讲，咱要有基本的合情合理，是毋是有这款的资讯？若准讲咱判断讲，离事实真正是真远。咱上无人去求证嘛，就莫讲像拄仔先摆讲的，你就为着好奇啦、耸动啦，你就去传。因为一个假讯息，咱若讲去传，到尾传的人啊，愈来愈侪，愈来愈侪，白操话讲了侪，是毋是会转变做真的？安尼这影响就真大。对啊，像3人成虎那个。3人成虎，对。所以假讯息我是感觉讲，咱就先去求证，咱莫先去遐紧去传。过来，咱会当透过网络啦、亲戚朋友啦，还是去问一下专家学者。因为一个新闻、一个资讯，一定是跟咱较有关系嘛。你若讲笑就算了，咱嘛毋免讲去传啦。你若讲食饱用话罔大家罔开讲罔趣味毋过新闻甲资讯，伊毋是电视，伊毋是电影，伊要有一个事实的根据，就是咱拄仔讲的媒体的素养，还是讲咱媒体识读，一定要知影讲新闻的价值人时事地物较清楚，这是我的看法啦。
对对对，所以老师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哦，平常时啊，就是有一些我们是可以信任的媒体嘛，哈，迄种因报的新闻，咱得当相信啊。但是今嘛做这的是讲那种像你刚刚讲到那个很耸动的啦，什么买1送8啦，或者是说讲的哦什么运河放石斑鱼等等的这种讯息，做这民众看到，拢第一时间拢会干嘛讲哦，这好新鲜哦，我要分享给我的亲戚朋友，对不对？所以像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去查证。对不对？哦，那像查证的管道的话，其实目前都有一些可以查证的地方，对不对？对，所以主持人拄有讲，传统的媒体哦，你讲报纸、电视，还是讲垃圾哦，伊有伊的严谨度杂志。对。啊，因为咱即马网络吼，太乱啊！你讲 FB 啦、吼，脸书啦，还是 IG 啦，吼，还是讲一寡 Line。对，迄速度传最真紧。够紧。啊，若准讲吼，你是社群内底，一个传10个，10个传100个，迄若讲1、2工你若无甲动起来吼，迄传出去透过这个新媒体，就是迄个社群啊，迄就真严重啊，迄就无好啊。对对对，这社群在传播真的非常的快，哇，对对，所以有很多那种假讯息呀。今嘛大概哈，如果觉得有点怀疑的话，就是上网去打一下老师讲的关键字，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就说哦，什么时候传的那个是假的。真的，然后到时候就说我还以为是真的，有些我自己都会认为是真的，然后看原来是假的，哇！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要好好的查证，对，所以媒体素养是真的要提升。好，讲到这里的话，大概想讲吼，那既然有些是假消息什么的哦，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现在疫情期间很多的什么消息啦，死了多少人，确诊多少人，然后哪边打疫苗怎么样啦，打疫苗怎么确诊，哇！这段期间，我想咱的观众朋友大概拢听有够多啊，真真假假，大概有时阵吼嘛是去加减去受骗吼，就是不对的讯息。所以呢，到底有没有法律相关法令可以管呢？大概想讲啊，你安那监护不被管哦？来，科长，这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管啊？好，有关假讯息的部分，因为这个真的其实刚刚老师说的影响非常大。那其实市府对这方面其实也非常重视。因为如果说我们都放任不管的话，其实它如果影响到许多的层面，然后大家引起恐慌，其实那还是不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市府在这个部分，基本上都第一个我们会先要求我们的事实查核，就是说我们接到一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在网络或者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先去看有没有一些现在正热门正在传的一些讯息。那如果觉得他的讲述的东西其实是有点让人家怀疑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进行那个事实的查核，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各局处在查核完之后，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各局处它做一个澄清。那相关的新闻稿我们有在官网上面有设一个澄清的专区，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也都可以到那个我们市府官网上面的澄清专区去看相关的一些讯息。那确定事实的查核状态之后，我们就会看说，如果说这个讯息它违反了相关法令的时候，就会由各主管机关去依照相关法令进行裁罚。那举个例子哈，这是我们5月份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可能他在脸书上面分享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他的亲友因为确诊死亡，可是在医院的那个死亡通知单上面其实就没有注记说他是确诊者，所以那当经过我们卫生局的查核之后，发现这个人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确诊，就是不是确诊者。对，所以当然这个跟事情有所落差，那所以随即我们就会请那个警察局的那个刑警大队那边来做调查，看这个散布消息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应该这样讲，疫情期间其实许多医护人员都尽了非常大的力气在做一些拯救性命，然后或者是接种疫苗，非常的辛苦。那所以如果说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影响到他们的士气的时候，其实影响会非常大。所以这部分我们市府都非常的会去审慎在处理这些事情。那除了像我们在疫情之间遇到的一些状况之外，其实这几年因为假新闻的事情非常多，对，所以那个政府机关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修法。那我先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有哪些，例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刑法的部分，如果说他有发送意图影响物价或者是害他人信用的部分，
就可能会影响触及到刑法。那还有另外是损害他人名誉的一个诽谤罪。那社会秩序维护法，这是大家比较常看到，就是如果你随意发布一个讯息，然后影响到大家社会大众的不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就会影响就会违反到这条法律。那这个部分它是处3日以下拘留，还有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对。那另外还有灾害防救法这部分，就是如果去散布灾害谣言，例如说哪边淹水很严重啊，或者是造成什么死伤，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不能随便散布的。是。对。然后还有例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就是常常看到很多人说，现在有什么毒鸡蛋，然后不能吃什么之类的，这样就可能会违反到食安的一些管理法的部分。那在大家最近可能也常常遇到的传染病防治法。然后还有陆海空军刑法，对这部分，如果说我们去随便散布一些军事的一些谣言，其实也是不行的所以其实是真的有在修法。对，真的修很多法。我继续把它说完，不好意思，因为这法律修法的部分有蛮多的那例如说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这部分，就是例如说什么散发核子事故，例如说哪边核电厂爆炸啊，或什么这些东西也是不能随便乱讲。这个也不能对啊。那我们常常因为这几年选举其实还蛮频繁的，所以像总统选举罢免法或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这些如果我们意图使人意图使人当选或者不当选，这些其实都是会触法的。是。对。那除了我们一些散布我们个人的一些财阀之外，像媒体的部分，中央它也特别修了一些，它本来在法律上面就有制定了一些法律，例如说卫星广播电视法，它本来就要求，媒体要有一个自律的规范，是对，然后另外在新闻的评论还有制作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事实查证还有公平的原则，对，那也有保障一些民众，例如说，如果说利害关系人对于卫星节目他们制作的内容有疑虑的话，他们有保障他们的发言，就是请他们要更正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修法在这几年其实已经修了非常多，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多多关心这些法律的修正，然后不要触犯法律。对，没错。所以科长有跟我们提醒，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说，好像很多都随便人家传，都没有法律在管，其实是有法在管的啦所以老师这个像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些法陆陆续续的修，那我们民众自己也是真的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协助就把这个讯息传播出去，自己也是会不小心触法，对不对？对啊，因为都要有讲到全民记者嘛其实政府伊咧控管是事后啊，伫第一线上，我是感觉讲咱民众要有自觉，莫去犯法，然后嘛莫讲黑白去传，对，后来要有媒体，你本身要有媒体识读，要有一个媒体素养啊，因为若无咱就讲面对这个报纸电视，咱就是粗人啊。当然都唔好，都唔是，当然都唔是知识分子啊，都唔是读册人啊。读册人咱对社会要有一个责任，就敢若拄啊科长讲的，政府为着要保护咱大家，莫讲影响到咱日常的生活啦，还是讲民主啦。对。若准讲假讯息，还是讲假新闻上侪，伊会影响整个社会咱的迄个运作。我感觉安尼这都非常的不好。对对，真的会让整个社会这个秩序大乱，然后真的造成人心的不安跟惶恐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就是说，顺章像那个你们网络媒体，其实网络媒体最重的就是时效，就抢快，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像我常常就会看到你在那个我们市政府的群组发问，非常勇敢的发问一些问题，要他们回答。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要抢最大的时效的时候，会不会你们会有遇到说报道会可能就是说事实跟这个报道会不一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你们会怎么做审核，尽量让报道不要是错的？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审稿的机制。那记者自己把新闻他撰稿完成之后，他自己要先审视他的新闻内容包含说他的图片，然后他的影片，然后他所有的新闻内容，他初步第一关他自己本身就要先看。那看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地方中心的主管，那地方中心主管会做第二关的审核，就是就他整个通篇的内容，包含文字段落，然后他影片、照片，整个全部看完，然后通篇做理解，然后再去看这个记者，我们会有自己先把标题先设立出来，那地方中心主管会去看那个标题跟他新闻内容是不是有切合，对，然后最后一关就是地方中心主管审完稿之后。
它才会传到我们的编辑台。编辑台有所谓的编辑主管，那编辑主管就会做最后的把关，他在整个通篇包含所有的内容、影片、照片再看一次，图说，然后再来就是讲，它的标题，它可以有最大的权限去更改这个新闻的标题。那整个看完了，确定没有问题，他才会把这个新闻送到前台。对，这是整个的审稿的机制。对，所以这是比较有规模的这个网络媒体哈，跟我们就是中华日报这种有规模的，就会有很严谨的，像我们公司其实也会有这个审稿机制，就是比较有规模的媒体会有，但是有些就是说可能一个人他就自己成立一个新闻的网站，然后自己刚讲的那个随便这样贴不求证的，有没有人给他审核啊？这个民众就要建立媒体识读的观念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目前刚科长讲了，有一些法令你可能会违法，所以自己要注意。那民众自己要注意，就是说本身不要因为误传了人家的不正确的讯息，自己也不小心去触法，这个就很重要。好，那讲到这里呢，就是还好啦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到很多这个讯息、消息跟新闻，它的真假，其实民众也蛮难分辨的哈。我们自己有时候当媒体人，自己都还要上网去查看到底是真的假的了，何况是一般的民众呢？那还好呢，这个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跟这个优质新闻发展协会在2018年成立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所以这个查核中心，刚科长也有稍微提了一下这个功能啊。是不是科长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好好的去善用这个中心？那其实它主要查核讯息来源可以分为几个哈，就是第一个网络和社群平台提供的一个可疑资讯，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些民众他会向中心去检举一些新闻还有讯息。那第三个就是中心他可能会主动去侦查，如果说有一些争议性非常大的，或者他们引起他们注意的，他们就会主动去侦查这些相关的争议讯息。那因为数量非常多，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会就不太可能所有东西都去查了。那当然他们就会去就说这个议题他们在传播的广泛度，然后影响大不大，或者是它是不是对社会具有非常大意义。这个部分他们会去斟酌，然后去予以查核。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他们的网站去看。他们其实查核的报告前面有一些分类，例如说政治与政策，然后生活、健康、科技、治安、环境、能源、国际，还有科学研究等。所以其实它的调查范围非常的广。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他的网站官网去看一下。是。那其中有一个它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它除了在帮大家做一个事实查核的一个功能之外，他也希望培养大家可以去查核新闻，因为有时候人力其实是有限的。那如果大家都能够贡献自己查核的一个能力的话，那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新闻的假讯息的遏止其实会有帮助。那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是查核工具箱。就是如果说大家去上到网站上面去点这个查核工具箱，它会教授说你可以怎么样去查核那个新闻。那例如这边就举出几个，例如说以图搜图。以图搜图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现在 Google 有一个以图搜图的功能，我们只要把图片放到 Google 上面去，它就会把那个图片相关的连结都连接出来。所以你就很容易确定说，这个图它是从哪一个来源来的。那如果说跟这个议题本身不太一样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辨别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假新闻。是。对。那另外还有地图寻宝，就是说它可能教大家利用 Google 地图去搜寻那张图片上面的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真的符合这个地点。那另外还有车牌破案啊、气象观测，还有其他的查核方式。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不只是对查核的内容有兴趣，如果对这些查核技巧更想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上面去练习看看。对，所以这样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还不错老师是不是？对，刚刚科长有讲到哈，对，因为人力有限，所以咱应该是电影公司全面变做一个草根运动，就是讲咱去查证消息、查证新闻是不是属实。对。讲一个我的个案啦吼，迄个几当前学生啊上传，结果一半来上课，一半无来。伊讲都风台停课，就无少代志啊。学生啊，伊咧做伊真简单嘛，伊凊彩甲你打一个。你讲这时阵我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咱当透过网络去查吼，比如讲
迄就是政府有发布迄个停班停课的讯息，像咱爱形成自己本身的一种免疫力，啊，一种能力，这是媒体识读的能力啦。我是感觉安尼。哇，所以有时阵吼，有人在想讲无想要去上课，安尼给欧白发一个，对，大家误信了。哇，这也是要用媒体识读的这个正确观念哦来做调查的。哇，所以这个是真的要好好的查。那刚才那个科长跟老师讲的那个网真的很不错哎哈，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真的不太确定说这消息真的要给有兴趣的，真的是上去看一下，会发现说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让自己成长，麦克我们骗掉。对不？好，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啦，就是说民众你可怜哈，你家己是本身要犯法，但是可能误传了别人的消息，然后结果就造成说，可能有些很严重的，就是说连警察都会说，你转传错了，然后你是散播不实消息，改你跟才交，所以造成一些民众的恐慌。所以科长这方面的话，其实到底就是说民众怎么提升自己的法治观念，不要去误闯对这一点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会牵涉到我们要怎么样去辨别那个讯息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所以当我们收到一个新讯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其实有一些步骤，我们可以沿着利用这些步骤一步一步来检视这个东西到底我们要不要把它传出去。那第一个，我们就是对标题要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现在很多的新闻它的标题内容其实会下得非常耸动，对，很耸动。它可能在一开始就给你一个非常耸动的东西，然后好可怕，好紧张，然后就直接把它传出去了。可是其实遇到这种标题的时候，其实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其实就是要引诱你赶快把东西传出去。所以第一步其实应该是看了这个标题之后，你还是要再回去看一下内文，到底它的内容正不正确。那第二个就是他调查它的消息来源，因为有一些例如说在这部分其实还有几个项目，例如说它作者是谁，有一些消息来源它其实会提到，例如说它发布的是某某媒体，对，那有些可能不是媒体，它可能是某个个人。那如果是某个个人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可能要去确认一下这个作者他是不是在这个部分的专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因为太多来源的话，如果我们随便轻信一个不知名的人发出来的讯息，其实是很有问题的。那再来就是讯息发布的时间，这个常常大家都会忽略，就是就像我刚刚提到有一个毒鸡蛋或什么之类的新闻，有些可能是之前他真的会有那样的新闻，然后他可能是真的，可是他在不同时间点放出来，那就是变成一个假新闻，对。所以这个也是可是这大部分人都常常会忽略掉。那再来就是图片真假，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稍微用到刚刚我们提到是查核中心所说到的一个以图查图的技巧。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其实你们大家收到新讯息的时候，也可以去试着去看看，把这个图拉到那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看这个东西连接出来的东西跟这个新闻内容是不是一样。好。那再来是消息来源是谁？所以消息来源是说，一个新闻里面通常会说，根据某某某研究，对。那其实之前在网络上面常常会有那种所谓英国研究或者什么什么研究，它是一个非常广泛，可是就是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概念。那像这种东西，它的研究的真实度可能就是比较不可信。所以其实消息来源可能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确定的一个。研究机构或者是大学或者是什么样的政府机构，它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就是没听过的专有名词，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科普类或者是一些医学类的东西，它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好像很厉害的名词，可这个很厉害的名词，说不定没有这样东西。对。所以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新闻，可以去把那个关键字拉出来，上去 Google 查一下。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新闻到底是不是真的了。那再来第三步就是说查询相关的报道，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其他的相关媒体它还有没有发布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只有单独这一则，那其实就非常可疑。那第四个就是只分享可信的消息。如果我们在上面这几个步骤里面都觉得怪怪的，好像都没有查到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把相关的讯息传出去，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怀疑了，我们就不要再去误导别人。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各种的假讯息查证管道来查证这样的东西。现在科技非常发达，现在大家常用 LINE，所以我这边
有找到几个其实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一些讯息查证管道，其实都可以透过 LINE 的方式来去查证我们的讯息。例如说 LINE 的讯息查证，那这个部分它是在官网还有 LINE 上面都有一个官方的账号。那只要大家把你收到的文字讯息丢到那个官方账号里面去，如果他们已经有查核相关事实，其实他就会告知你说，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再来就是 MyGoPen 这个也是官方账号，赖的官方账号。那它的取名就是台语的 MyGoPen 啊，MyGoPen。那这个部分，它除了赖讯息查证文字讯息之外，这个管道它其实还可以去查我们的图片还有影片，所以它的功能会稍微再强一点。那再来另外是有个 Cofax 这个管道，这个部分它其实除了前面的一个讯息查证之外，它还有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忙协助辟谣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另外可以大家尽一份之力的一个管道。那再来就是趋势科技防诈达人，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去查证讯息，但它有一个还蛮实用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看到很多钓鱼的网址，那它其实跟中央也有合作，所以变成说，只要你把一些钓鱼的网址转分享到他们的官方账号，它可能就会帮你查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钓鱼网站，然后避免大家误触或者是一些损失的一个可能性。对，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说，刚科长已经提供很多这个查询正确的一个管道，大家有疑问就不要乱转传，就是去查一下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好，那刚刚其实科长有讲到一个就是下标题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民众都很有感因为我们在场有2位前辈在，那以前的新闻标题其实都下得很正统。就是人事时地物啊，重点是什么？但是现在的标题有时候让人家真的看不懂，为了抢大家就是刚科长讲的，就是你下的越耸动，人家就想点啊。像之前就常常会有很多，尤其是那种演艺新闻，他就会有那种什么某某明星承认只爱小三，结果他的小三是点进去看，他的小三是他国小3年级的女儿叫小三，就这跟我们大家认知会想说，他承认他爱了小三，对不对？就是大家会喜欢点进去的新闻跟他的标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淑芬姐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像之前我们的媒体啊，正统的媒体下来，他下标题其实很严谨，对不对？也不会这么耸动嘛。除了下标题，说真的，我不是专门，因为我看稿而已。下标题是编辑。我觉得编辑他们标题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画龙点睛。我们写了一个很寻常的新闻，他就会把那个重点抓出来。对，但是下标题是一个很专业的。我也不太敢乱讲啊。我倒是觉得最近的，我对台湾的那个国语文有一点点忧心呐。我相信我的孙子将来一定不知道我很美，我很可爱，因为现在大家都讲粉。对，有一天他们会搞不清楚。我其实是比较忧心这样的问题，这种双关字，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很趣味，就是常常会用一个成语，但是呢换了一个双关字，这个看起来是。对，是趣味性，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是老人，会影响以后国语文的正确性。对，就觉得我的孙子啊，我的那个在孙他们大概不知道中华语文到底是什么。对，中华的文化他们会真的以为说是叫做粉可爱，不是很可爱。对，我相信有一天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所以其实这种也是另外一种的媒体识读要认知的，要认识正确的字啊。好，那像称章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尤其是网络媒体，真的就是希望人家点阅嘛？你们标题会特别故意把它下耸动一点吗？基本上我们编辑的主管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规范，他禁止我们用钓鱼标了。钓鱼标，钓鱼标就是后面就是有一个问号嘛。他终于回应了。你但是刻意不讲，我们标题大概我们有个限制，大概就是在24个字以内。对。你要想，你一则新闻里面，你要怎么用这个标题，然后来呈现这个新闻，主要它的精神就是在那个标题。对啊。所以标题是我们有字数的限制，不是用乐等但是我们就是禁止用钓鱼的这种标题，就是我吸引你，
我让你进来看，可是你看了之后觉得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啊，或者是说你的还有上当的感觉，图文不符啦，类似这种图文不符这一种。对，没错。然后就再一点的是讲，现在的是我们写稿字数的限制，就是说，现在民众他没有耐心把一则新闻大概900、1000字看，他没有那个耐心。对。顶多他看到500-600字，他就没有耐心看下去。其实这个跟现在这种我们现在青少年该注意的，他们接受的都是很片段的、很破碎的这个资讯，这样会造成他们这个思考就没有那个思辨的能力啊。他们也不想去想、去思考，就单纯单接受出去，一个硬一个out，然后他也不会去想，这个新闻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像芬兰2019年，他们就把这种媒体识读教育，都已经纳入他们的一个课程教育里面了。对，我觉得我们政府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啊。近年来，其实我们政府也开始有在重视媒体识读这一块。对，那我们媒体的话，就是说也肩负起这一块的责任啊，就教导民众怎样有正确的媒体识读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邀请各位来，就是希望说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建立正确的观念。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就是说最后也是希望在场的4位啊，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建立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呢？我们先请科长。我觉得在媒体识读这一块，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利用像刚刚事实查核中心上面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他提供的一些技能，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因为我觉得唯有我们自己能够认识到更多媒体产制的方式，我们才能真的辨别那个新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我们还没有这些能力之前，我觉得我们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去做分享。我觉得这也是避免误导大家。对啊，所以在台南市政府方面，其实也有在推媒体识读这一块嘛。对，那你们推广的方式大概是怎么样？做这样的研讨，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脸书上面，我们会去推广一些相关比较正确的传播讯息的一些概念，这样。对，所以就是也是要有一个管道，然后像刚你一开始讲的，就是市政府也有成立一个就是查证的澄清的专区，所以民众如果对于这个媒体识读有疑问，就是上市政府的网站或科长刚讲的那几个管道去查询，对，都可以建立正确的观念，对不对？好，那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拄啊科长嘛有官嘛然后前摆就是传播新闻媒体界，我认为应该是产官学对合起来。从咱嘛是啊咱这个市民心声这节目，等于讲就是咱媒体在地媒体发挥家己的能力，甲一寡专家学者找对家来，咱来讨论。所以一般的民众不只是讲。其实即摆媒体识读有诶，国小、国中都拢开始有啊，伊是公民教育一部分。不过因为人口无考这嘛，大家无重视嘛。我认为讲不但是对细汉爱做起，对平常咱都爱注意。所以嘛是从我所知影是咱这个庄家，伊嘛是有深入社区啦，比如讲社区大学、长青大学，还是讲去国小、国中去办活动咧，办活动做伙推广。所以咱把迄个较复杂的话，咱甲用较白话文，大家较捌的。咱就甲推广出来。我感觉产官学界大家若讲共同来重视这件代志，因为伊是真正是非常严重。得过倒菜刀，也是讲痕啦、痕啦。那以后呢，对迄不只是影响到咱的迄个民众的素养，我感觉讲这个民主，也是讲这个竞争敢若讲选举的问题，也是讲即摆咧疫情啦、咱咧疫苗啦，也是健康的问题，咱去甲面对咱。认好咧来讲，像我伫大学内底，我就拢要求学生你就是对小、对普通时你就做起，发挥你家己的能力。你若讲有能力，你就加做寡。对。你所知影，大家知影。你若能力较无，咱就去甲学起来。所以这叫做媒体识读。等于讲就是爱熟悉。去解读去阅读，我来看还是安尼。对啊，所以老师今嘛伫大学啊，就媒体识读这一块，其实不只为国小开始，大学这一块也是很重视的。阮有通识，过来嘛是，比如讲伫阮上啥物像迄新闻啊、电视新闻啊嘛，一定会强调讲所谓迄个媒体素养、媒体识读。
对，所以今嘛的讲有在学校这方面啊，老师讲了讲好的讲产官学啦都要结合起来，靠多发挥力量。其实今嘛阮公司啊，就是中家嘛也是都会定期到社区去举办这种媒体识读的活动啊，尤其到一些区里，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个阿公阿嬷，其实阿公阿嬷对媒体识读，有些阿公阿嬷他们其实会用手机。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人家是早安你好啊，然后传一些讯息，他们就会乱传。你的讲啊，人传给我一定是真的啊，但是呢，我们就是知道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公司呢也会特别到社区去，然后跟他们讲这些观念啊。有些一个阿公阿嬷因就知影讲，哦，原来是安尼哦，不是讲人传的，就是真的哦。哇，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说要慢慢的去推广，然后像老师讲的，就是产官学界，然后大家尽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尽媒体的一部分。好，那淑芬姐呢，是不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今天呢，真的是获益良多，获益良多。我从那个科长，从那个赵老师身上也学了很多。是这个问题，说老实话，在我身上没有很大，因为我们比方说报社的群组，当初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会po上来，但是有跑医药的，有跑司法的，马上会跳出来说，这个不可以传。对我们报社群组就是大家本来就已经很严谨了。是。那我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点冷漠哦，就是我不太会转这种东西，我也不太会早安，人家早安我也从来不回的这样。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的阿姨有一个拿一个 line， 她说那个谁谁谁的阿姨的妹妹说了一些什么，她就是那个语言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个谁谁谁的妹妹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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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谁谁谁的阿姨说什么什么。那刚刚科长也有讲一个说什么英国研究，对，这个都是没来由的。但是刚刚公安那五样呀呢，公安那五样真正是没这个代志。公安那五样目的感人是要怎样？还是要骗钱，要骗钱的。对，所以呢，我自己有一个，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免费也上贵。这个是面对所有的假讯息、假新闻或是什么的时候，我都跟我一些阿姨啊什么讲，免费也上贵。这是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免费也上贵。这个是第一点。对。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些假装看起来好像公安那真的呢，其实都假。这个就是我们在 LINE 看久了，就是那些阿公阿嬷的那个早安图哦，看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东西给那个阿姨讲的啦哈，那个谁谁谁，那个连胜文的妈妈说的啦哈，或是那个蒋万安的爸爸什么之类的讲的这些，举名人，对，我觉得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那最好的就是到我们这里。你除非你觉得它非常的重要，你刚刚经过了刚刚科长啊、赵老师啊他们的这些查证之后，你觉得这是可行的，对别人有益的，你再转出去。通常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我有点冷漠，到我这里就停了，很多讯息都这样子。对，那我的心得的是，就这种假，什么人阿姨讲的，什么人爸爸讲的，那种假，免费也上贵。对，没错。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传到赖了，不只是假讯息，它后续还牵扯到一些诈骗。诈骗的手法，很多人被骗。那最近也有很多新闻啊，就是报道说有些人被骗，而且他们都是长期经营呢。他不是说一两天就骗你哦，他经营的半年、1年这样子，然后一骗就骗了好多钱。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这媒体识读要做好，不然可能后续会牵扯到诈骗的问题。好，来盛章。是哦，其实这个面对这种假讯息的攻击，它其实是在攻击你的潜意识。那其实这种你要学习媒体识读，一定要习惯去看长文，要练习专注力。尤其像现在青少年，因为青少年他比较没有耐心，他看这种比较长的文章，他就没有那个耐心看下去，然后就会导致你那个专注力，他一的几秒你专注力降低，学习成效很差。所以他对年轻的洗脑就比较容易，加上青少年本来就比较容易冲动，所以他这样子没办法把这个长篇的文章看下来，他就没有那个思辨的能力去做这样的养成，所以很容易青少年，尤其每个人都是有手机，接触网络很容易，所以其实我们包含说媒体以外，其实家长也要很注意青少年的在网络上的使用这个部分。
对，哇，所以圣章讲的这个跟刚才那个淑芬姐讲的，就是说担心小孩子那个狠啊、粉啊，这一类的，就是说可能现在青少年他们就是太重视这个网络手机，然后很短的那个讯息，没有耐心。那不像以前我们都还要念什么《古文观止》什么之类的。对，那现在小孩子应该是就也没办法去念那些，所以这方面可能就是家长也要让小孩子就是多读书、多学习啦，多看、多认识。好，那就是刚才大家也有提供意见，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呢，也是请大家就简短做个结论来，科长。好，我的想法还是一样，不确定的消息我们就不要去散布，对，然后我们尽量去增加我们自己去查核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对，没错，这很正确，就是不要随便散布，也不要去害到别人哦。好，来。老师，郑老师，台南市政府有足侪资源，有影片，有教学，是。咱双子星嘛，足侪媒体识读的内容。对。因为网络的资讯足侪，所以咱都要引导咱的下一代，看一寡拄啊先摆讲的，较知识性的，较长篇的阅读。对。咱的小朋友，还是讲学生囡仔，还是讲老大人、是大人，你经常去点阅市政府的正确讯息。还是讲传统的媒体，不是网军哦，嘛不是遐什么选民哦，较正统的媒体，因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我想安尼养成习惯，逐工加做挂，安尼咱规个社会都会加进步吼。所以媒体识读就是台湾的进步，台湾的好，嘿。对，是，谢谢郑老师。然后淑芬，我有个看法，就是存乎善念，自己的一心存乎上念，大概就不会走歪路。好，谢谢。来，最后请师长特派。是，我会比较关注因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就是小朋友，他就是青少年。那我是希望说，能够从小去养成我们青少年对于假消息的这种判别。当你要告诉他说，当你看到一则讯息，在你点开转传之前，你要先停下来，先思考一下，然后去多方面的去查证。我在想说，这个我们要去培养孩子成为一个能够辨别真伪讯息、独立思考的数位公民，是我们身为父母跟老师必须高度关注的议题。对那我们可以来多关心、多看看我们启明新闻现在这部，得到一些正确的一些知识。对，没错，其实市民新生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有社会的责任，要去把媒体识读这一块把它散播出去，让大家真的建立正确的观念。因为这得包括说我们的老大人啦，我们的一般的民众，我们的小孩子。真的是大家都深受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媒体识读这一块真的要把它做好啊！今天非常感谢4位来宾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可以说是宝贵的经验跟资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再一次来谢谢4位来宾，我们谢谢我们台南市政府新闻及国际关系处的方瑞维科长，还有昆山科技大学的郑鼎宝老师，以及中华日报的我们的杨淑芬副总，还有观传媒的特派员陈胜章陈特派。那当然嘛，观下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希望今天的我媒体识读的这个专题呢，让大家能够有所的体悟，然后跟大家讲就是去分享，要有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才不会深受其害，然后才可以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好，再次谢谢4位，也谢谢观众朋友，启明行下这波咱底下各级段了，咱再会。